蘭亭景區嘅最後一站呢，就係蘭亭書法博物館。咁樣我哋由呢個大廳入去呢，咁就見到喺呢個一整面牆一個之字，直接展示咗王羲之蘭亭集序入邊呢寫咗嗰21個之字嘅唔同嘅寫法。咁博物館嘅基本層亦叫做一日千載，咁啊分為4個單元嘅，叫做風雅蘭亭啦、傳奇蘭亭、魅力蘭亭同埋永恆蘭亭。咁啊第一部分呢，會通過一啲文物啦，例如吳越時期嘅古劍啦，一啲魏晉時期嘅青瓷、銅鏡、堆塑罐等等啦，去展示呢個肇慶同埋蘭亭呢邊嘅一個歷史嘅一個基本嘅背景啦。咁樣蘭亭雅集發生嘅呢個肇慶呢，咁樣自古以嚟就叫會稽山陰，咁樣呢，就係屬於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斷激喘嘅一個優美嘅環境，一直都係文人墨客鍾愛嘅一個山水勝地。喺西晉末年呢，北人南遷，咁樣大量嘅北方士族就嚟到會稽呢個地方定居，咁包括就係昂爺，山東昂爺嘅王氏啦，陳郡嘅謝氏世家大族就喺度紮根啦。咁樣而昂爺王氏就係王羲之嘅家族。咁啊到魏晉時期呢，就社會動盪，咁啊玄學興起啦，啲士人階層呢普遍追求一個精神自由同埋個性化解放，咁啊形成咗獨特嘅一種叫魏晉風度。咁而書法藝術呢，喺東晉時期已經從隸書向呢個楷書、行書、草書嘅演變，各種書體都趨於成熟，為書聖王羲之嘅出現呢奠定咗一個藝術嘅基礎。曲水流觴呢個環節呢，就係通過多媒體嘅展示啦，重現翻就係永和9年3月初3上巳節，王羲之邀請咗謝安、謝猛啊，總共42人喺呢個蘭亭呢個地方以修契進行曲水流觴嘅一個即興賦詩啦。有通過一啲實物，例如永和9年嘅墓磚啦，咁咧仲有一個非常長篇嘅明朝嘅拓本，就係明益王重刻呢個小蘭亭嘅圖卷，非常長嘅一個拓印本。咁亦都有展示咧魏晉時期嘅青瓷乳箱啦、雙耳嘅一個酒杯啦，可以親眼見到呢個實物嘅形狀。展覽咧有介紹就係王羲之嘅家族源流啦，咁佢出身於東晉嘅頂級門閥昂爺王氏，自幼受家族濃厚嘅書法氛圍熏陶咧，王羲之嘅書法咧師從衛夫人，而衛夫人同埋王羲之嘅叔父王奕呢，都係師承於書法嘅宗師鍾繇，傳承有序。而王羲之嘅7個仔呢，個都寫書法嘅，以第7子王獻之嘅成就最高啦，所以同佢嘅父親王羲之嘅並稱為二王。蘭亭集序呢一篇書法神品呢，就短短324字，可以講係魏晉風度嘅完美結晶，被譽為曠世神品啦。其書法就飄若浮雲，嬌弱驚龍，無論筆法結構都同埋章法都達到咗最高嘅境界，被後世譽為叫做天下第一行書。到咗唐朝嘅時期，唐太宗李世民呢對王羲之嘅書法極為推崇啦，咁樣呢就自己臨摹之餘呢，仲喺四圍搜集佢嘅真跡，而得知呢就係蘭亭序嘅真跡就喺王羲之嘅第7代孫智永嘅弟子一個越州永恩寺嘅辯才和尚手中之後呢，不過唐太宗幾次召見辯才呢，佢始終否認擁有真跡。後來呢，唐太宗就派監察御史蕭翼呢，就同呢個辯才慢慢去交往啦，就佢成為咗辯才和尚嘅莫逆之交。後來呢，就引得辯才呢，就係將佢秘藏嘅蘭亭序真跡呢，就係展示出嚟。而蕭翼呢，亦都展示咗佢嘅身份呢，就冇辦法啦。唯有辯才將佢嘅書法真品呢，就交咗出嚟啦，就帶返去長安交俾唐太宗。
咁得到真跡之後咧，唐太宗就下令當時嘅多位書法名家咧去進行複製，咁樣咧就到去唐太宗臨終嘅時候咧，立下嘅遺詔就係要求蘭亭序真跡嚟陪葬，咁啊所以呢件稀世珍品好可能被佢帶咗入去陵墓入邊，就喺昭陵啦。但係喺唐朝末年咧，昭陵被呢個軍閥溫韜盜挖，咁就史書入邊咧記載大量嘅書畫珍寶都攞走，但係並冇蘭亭序嘅真跡，所以亦都有另一種講法係唐太宗可能將真跡咧傳咗俾佢個仔唐高宗李治，而最終咧就係葬咗喺乾陵入邊，而乾陵咧就係李治同埋武則天嘅合葬陵。就因為唐太宗下令製作嘅臨本同埋摹本，後世就出現咗所謂嘅五大臨本或者摹本。